去学校爱做实验制，疫情还未结束，袂使大意。尤其东吴大学城中校区昨接到通报，桃园暗号181616号捌去校区参加活动，过3天校方接到通知。那个人来学校当天，我也在学校，对啊，还是有点忙忙的。暗号1816是40外岁男性，伊的囡仔；暗号114是实体餐厅买着病倒的囡仔；暗号10053幼稚园同学因为接触者采检，结果确诊。伊伫16号学校对外组教室办活动，校方讲参加拢是校外人士，无和师生接触。今日去教室清扫的工友，互通知采检，约来等结果。事后嘛无过入去学校，毋过迄天有大型考试，学生也是心惊惊。稍微怎么说？有听说这个消息？昨天才听说，尽量少借大型场地给外校生。昨天下午5点钟，我们就卫生局的这个通知，我们收到的通知是59人。为了较保险的，校方也是建议捌去教室的8位师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，尤其明仔就要考学测，连续3天的考试，考生嘛要特别注意。几次的大考，或者是包括学测在里面了哈。Omicron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它的症状可能会很轻微，类似一般的感冒一样，那个喉咙痛啊，或者是头痛这些，也要注意说要通报。你朋友嘛讲，目前社区也是有风险，也是建议暂时以清零做目标，爱等轻症的比例有增加，才会考虑和病毒共存。